在日新闻要带乡亲来去高雄行一转，一日一摆，这高雄大公山的龙眼蜜这个文化节已经开始啊，已经开始举行啊。重点的节目是甚物？这是红人秀，就是呢，这个几10万只这个蜜蜂呢，伫三个蜂笼身躯顶呢飞来飞去呢，夹条条，互人看了规身躯拢安尼摇摇。啊，这是蜜蜂。蜜蜂主要是咱关心是蜂蜜，今年龙眼蜜的产量敢若永年6、7成尔，数量无济，所以讲想要食的骹手就爱紧。啊，若烦恼讲伫外口买到品质较歹的假货，起码就教你要安怎看。现场的观众目睭金金咧看，几10万只的蜂拢飞出来，蜂跳咧人的身躯顶悬，就亲像一丝大衣共款，蜂人拢唔敢叮当。一年一摆的大公山蜂蜜文化节，今年总算是恢复举办。这场精彩的蜂人秀，去年停办的原因就是因为龙眼蜂蜜的产量上少，今年嘛只有过去的6、7成左右。虽然我们今年的产量少，可是我们在价格的方面也是维持以往的价格，并没有做一个抬高价格的部分。因为天气的关系，今年纯正的蜂蜜市面顶悬数量同款无济，就惊讲有日极品，若是讲卡走货，买的时阵要注意。哦，啊，你凊彩摇的泡沫就足济，爱足慢才会消掉哦。伊啊放啊足久，20分钟袂晓搁调。各种蜂蜜的农产品特别做热销的，高雄的龙眼蜜品质优良，但是产量无济，若是要买，骹手要较美丽哦。